第21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真欢喜吼，咱会当请到台湾的茶叶大使，伊要来咱讲即个台湾茶的故事，伊讲的方法我感觉足尔啊好啦，伊讲咱若共奉一杯台湾茶，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台湾历史文化的大使，我即个 approach 足好，咱若泡一杯茶，一人来开讲，咱就迅速甲伊介绍咱台湾的种种的历史文化。毋过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我感觉足趣味伊会按产业即个过来乌龙茶要哪分类过来讲即个即个要哪茶的新文化甲讲到即个茶安全食安这等等的问题过来我要邀请这嘛是伊的牵手啦即个Josephine Pan，伊叫做潘菊惠因两个拢是新竹的客家人因拢学台语拢学甲相当好啦，相当好，较顶仔恁听就知影即个潘菊惠伊英文名叫做 Josephine Pan 啦PAN，咱伫美国的台语真正诚侪人捌但是伊有一个更较出名的阿哥啦因阿哥是叫做杜潘方格咱若有咧读即个历史写这伊按迄个1964开始就开始咧写诗所以伫咱即个台语文学界内面，伊有若算讲足尔啊出名，伊有若有用客家文来咧创作安尼好，无咱即马就是请即个主持人你来介绍由你来介绍恁先生茶叶大使啦有若来介绍咱即个咱今仔日的共主办单位美国的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好无请你来讲好，大家好大家好，我迄潘菊惠，毋知有客家人咧这内底无我是潘菊惠。加讲几句所在啦，你迄堂咧先做在紧讲杜潘方格是阮阿哥阮爸爸的大姐啦。我即马拄好转来台湾，因为阮爸爸2礼拜前过身啦所以我今日是咧台湾，我昨才转来台湾有影是经过重重的检验安尼转来到台湾安尼。我其实我咧 TUF 是应该是我入 TUF 应该是差不多2003还是04年的时阵入去的。后来呢，就是一直咧 TUF 做理事，嘛是有受到这 Simon 咱梁公兄的迄个提拔，我伊会长做煞，我有接做会长，办一寡活动。这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呢是19861986成立的，到今已经30多档。TUF 一直拢是咧 promote Taiwanese American 的 culture， 还是 Taiwanese culture 的活动。所以阮内底有真侪迄个 committee， 有 culture night committee， 有差不多7、8个，嘛有grant committee， 嘛有互较少年的社团来甲阮申请 grant。阮有一个 website website 是 tufusa.org tufusa.org 是足简单的迄个 website， 大家会使入去看。阮内底当然上热心的就是咱的 Simon 大兄Simon， 阮有一个 goal 是希望讲这 TUF 会使 sustain， 所以接受真侪较少年的迄个理事。毋过结果靠拢爱靠咱即个老大哥办活动啦，足 persistent， 伊做即个舞台，互大家有机会来表现咱家己。即马讲来讲去，就是要讲到今日的主讲人Thomas Shu，Thomas 是柯正良啦正龙啦，别人拢唔敢叫正龙，跟他因爸爸较霸气他叫真正的龙安尼。Thomas 是自细汉因厝里就是咧做茶，因厝里就是做茶，所以伊本身虽然无讲有落去种茶啊是安怎，毋过耳濡目染。我感觉这种耳濡目染的迄个 knowledge 是真侪人你学袂到的，因为你定定听
大人咧讲东讲西，你囡仔人你毋知，你都会听入去。所以我感觉伊对第一只是，毋是我咧分过规，我即个人我是袂分过规的吼，我是足实在的人。啊，我感觉伊即点对第别项我毋敢讲啦，对第伊是有影有捌啦。啊，伊后来就是因为处理有咧处理是地商吼，嘛有地工场，所以伊就高中就定定咧处理拍工，所以对地有迄个 passion。啊，对即、个行业嘛是足有趣味的，所以伊对茶的研究，until now 到即马吼，伊又定定咧读册咧看文章啊，试茶啉茶，所以伊讲茶嘛不遐趣味啊，聊聊啊碰风，所以伊讲故事就足趣味的安尼吼。啊，因为阮两个拢是客家人，啊，搁你知影，咱自细汉就是受这。国民党的即个教育，所以阮的北京话拢讲了足好诶吼，讲了比咱的母语较好。我电脑是来美国以后，我客话讲了较好，台语讲了较好安尼，所以毋过嘛是拢四不像嘛吼，所以国语也没有很好，台语、客家话、英文拢是差不多安尼。所以 anyway，it's my time， 所以Thomas Shu，here we go。好，安尼吼，咱迄个要互即个考大赛吼，地校大赛吼来讲进前吼，阿管有交代我讲爱加减介绍一个啥物是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因今仔日检查有一寡新的朋友啦吼，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基本上是咱有要用台湾话来论各种的行业啦吼。因为只有安尼，咱台湾话才会去活起来。吼，咱袂当干那讲台湾话，就要讲古早代志，讲古早。所以咱即摆就是讲，不管用啥物款，你论文学也好，论商业也好，论地校也好，吼所以今仔日咱就是真荣幸会当邀请到即个柯庆良先生伊当时嘛是我的好朋友啦，所以咱每礼拜六，就是讲每礼拜六共款用即个频道，共即个时间。而且举行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咱有台湾文学欣赏会今仔日迄个台湾文学欣赏会主持人本地是季品志，是伫迄个 Toronto 即摆换今年换去伫住伫桃园的桂兰好，无咱就请即个正良兄互你来开始你。多谢大家吼，我希望讲我的台语若是讲甲无练转的时阵吼，你尽量甲我忍受一下吼，因为我是一个客家子弟吼，但是我的工课吼，主要拢是用英文啦吼，介绍台湾茶，所以梁公兄甲我邀请的时候，我讲这可能是一个足好的 challenge， 因为我常常伫讲我家己一个趣味的代志，就讲我讲。咱规个台湾吼，捌茶的人，我相信比我想象的较济啦。大家拢捌茶，因为咱自细汉大家都啉茶，大家嘛足了解台湾茶。所以若要介绍台湾茶，我相信足济人有法度介绍较足好的。但是台湾茶若用英文去介绍吼，爱讲台湾的故事吼，我相信我是足认真去拍拼去做这代志吼。所以我是用这 convergence， 就是讲。我家己捌茶，我嘛会使用英文，这合起来的时阵，我用英文来介绍台湾茶的故事，来介绍台湾的历史文化。有啊，你做怎那会听个无？这是一个足好的 challenge 啦吼。但是，敢若头拄仔Josephine讲的，甲杨公兄知影的，我若常常讲的时阵吼，会出错，就是讲我会拖题啦，有当时一看会看足久的，所以我今日无爱用。聊天的方式，我是想讲要 share 我的 PowerPoint， 用我的 PowerPoint， 我讲我平常时是怎样甲美国朋友，搁美国做茶的朋友，是怎样甲因 share 讲咱的台湾茶。我用这 PowerPoint， 慢慢我才会设定来讲，咱今仔日几个主题，就是讲咱台湾茶产业的历史，搁咱即马台湾的茶是怎样来分类。我希望讲安尼来 focus 吼。即摆我就甲我 PowerPoint 拍开来吼。
我来找无我的，你爱去 share 遐下骹，我有伫 share 啊。你拍开 share，你再去经你的 file。伊 share 这样吼。无 OK，我替你 share 好吧？无你看到无？我替你，安尼大家有看到有有看到，会使看到，看到，有。 ？OK，我这个主题就是讲，我若定介绍台湾地时，我有一个强调的重点就是讲 sense、saber、smile。sense 就是讲，咱自细汉拢定听人讲，茶学白好，就是讲卖茶的人吼，每一个人拢讲伊家己的一套。所以变甲讲吼，咱自细汉踮台湾，我有知影一个代志，就是讲，人若叫你去茶庄、茶店，要去买茶的时阵吼，你会惊，因为你若行入去卖茶的位所吼，你互伊安尼洗甲拢毋知啊怎样甲伊应付，因为卖茶的人拢足好讲的，逐个拢足侪故事的，所以咱自细汉讲，茶学白好吼，拢毋知伊讲的是对啊毋对。但是我若伫遐介绍，我若定去美国的 campus 内底啦，去博物馆啦，我嘛去双向园吼，去甲美国的国会议员啦，美国足重要朋友啦，嘛去甲伊讲台湾第一时阵，我第一个想到就讲，咱一定要有资讯，要有正确资讯，所以我第一个想讲，咱讲特殊的就讲，咱甲茶的知识变成 common sense。安尼吼，这 common sense 加讲几摆，第一摆因会听讲，这敢若有道理哦。慢慢啊，伊对咱台湾茶吼，才有一个正确认知。所以我认为讲 sense 足重要。saber 是讲，咱台湾茶应该是确实足好的，但是到底爱怎样泡？有当时人讲这茶足好的，但是伊袂晓泡；啊，搁这茶足好的，但是伊毋知这茶的特性。所以要怎样去 saber， 我认为这足重要的吼。第三个 smile 要怎样 smile 呢？今日咱各位朋友吼，你若知影咱台湾茶吼，每一个学量茶到底是怎样发展出来？台湾茶的历史，台湾茶的文化，我相信你啉一杯茶的时阵吼，毋是讲足好啉的，毋是讲我知影伊这茶是怎样做的，是你的 smile， 你会感觉讲哇！我即马甲即杯茶做朋友，我会使去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所以我用安尼角度来切题哈。我听讲茶的时阵吼，今日我袂去介绍这内容就对啦，因为我的对象足侪是卖茶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教因讲吼，你普通一个茶，你受到样品，也是受到人送你的茶的时阵，你其实足侪方面会使吼去了解一个茶啦。第一个，你就是爱看茶的外形，啊，搁看茶的颜色吼。第二个，你若茶若甲伊泡开的时阵，你嘛是爱足注意的，看这茶吼是足清的，若是足老的。若愈清的茶，表示这茶 freshness 啊，搁会使。若愈老的茶，你就知影这茶已经受潮啊，就是讲已经有湿度伫这茶内底开始受潮啊。这安尼茶可能。无落爱搁拍过吼，无落爱搁烘过，这就是爱搁去处理的茶，这茶已经无新鲜啊。第三个就是讲，你啉茶时阵，其实有足侪爱注意，就讲人讲茶足好啉，其实足侪茶吼，还未泡到足芳的啦，吼。啊，搁茶伫遐泡的过程内底，伊的芳味会直直转，啊，搁伊的味、伊的色，其实泡一个茶吼，你有足侪吼欣赏、享受就对啦。啊，搁尾后。足侪人迄茶吼泡煞以后，啉煞以后，迄茶泡吼，伊就等咧粪扫桶。我甲因讲，哦，安尼足拍算诶。因为咱泡茶啉茶时阵，咱才摕到茶可能15%伊诶养分。啊，佮泡煞诶茶泡吼，普通90边诶，甲我就是讲，我会留起来。阮厝诶 garden， 我就煮迄茶泡，放喺 garden 内底吼，放喺树仔丛边啊。茶泡煞以后，伊是最自然的天然肥料。啊，佮茶若讲泡煞以后，迄茶泡吼，你甲伊拍干，你放喺你的运动鞋，你放喺冰箱内底吼，伊会自然除臭。所以茶嘛足侪好用诶。我若去小学教美国囡仔讲茶，讲恁可能爸爸妈妈无爱你啉茶，
但是你会使教恁的爸爸妈妈甲阿公阿嬷，讲迄茶恁若泡煞吼，你就安尼利用，讲伊是 natural 的自然的 fertilizer， 啊个呢，伊是 natural 的 deoxidizer。变囡仔会使教大人讲，茶会使安尼 recycle、reapplication 吼。我普通会 design 一寡讲怎样去教因用茶，啊个茶的好处伫倒位。这边我就开始甲你介绍，就是讲我常常用这去吸引大家来讨论，讲 why 乌龙，因为我若伫开始的时阵吼，甲大家讲茶的时阵，普通大家甲我问讲，Thomas， 啥物叫绿茶？啥物叫乌龙茶？啥物叫红茶？我即马简单拢会甲因讲，我讲你足简单的，绿茶就是 green tea，green tea 就是讲 totally not oxidized， 就是讲这茶吼一慢掉的时阵。你若用上紧的时间，莫互伊氧化的时阵，你就开始甲伊炒，就甲伊 deoxid， 就甲伊fixation。阮讲客话讲炒精吼，好多话讲炒精是讲怎样讲，就是爱 the enzyme， 爱杀清，甲茶内底的酵素吼，甲伊杀掉，安尼茶就袂继续氧化。红茶呢，颠倒，红茶就是讲，你互茶足久的时间，12点钟到24点钟，互伊慢慢啊，互伊困，互伊氧化到彻底，安尼这茶你才摕去处理吼，迄茶就是较红吼，迄是红的原因是氧化彻底的关系。我若伫遐讲，我无啥会讲绿茶，无啥讲红茶，并不代表讲我无了解红茶甲绿茶吼。啊，个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讲，我认为咱台湾人爱 stay focus， 因为台湾毋是足大的土地吼。即摆咱若是要用种足侪绿茶去甲日本拼，去甲中国拼，咱拼伊袂赢。啊个呢，全世界有90% 是做红茶的国家，印度、斯兰、中国、肯亚、印尼、越南。即马全世界足侪国家，伊拢无种咖啡来改种茶吼，所以因一个想到就是讲，全世界上济就是红茶的市场。所以2008年的时阵，我甲台湾的农委会、甲台湾制茶工会，我讲好，我今仔日若是来接受来做台湾的茶叶大赛，我的想法是讲，咱大家爱斗阵吼，目标要一致，爱 stay focus。我讲，咱台湾有绿茶无问题，咱台湾嘛有红茶，但是咱来 narrow down 就是讲，咱即摆开始，咱台湾咱就来讲乌龙就好，因为当咱讲乌龙，你就知影，咱就会比别人吼搁较丰富，就是讲乌龙的色彩内涵吼足快的。伊毋是绿茶，毋是红茶，但是所有毋是绿茶，所有毋是红茶，拢是咱的天下，拢是咱乌龙茶吼，会使介绍的为数。所以我讲，乌龙吼 ，natural 的乌龙，你毋免加啥物香味，伊就有各种的香味就对。你毋免加啥物滋味就对啦。乌龙因为你的制作的工艺，伊就会使变足侪无共的滋味。啊，个乌龙吼，等下我互你看相片，乌龙的颜色，迄足丰富诶。伊伫绿色一路吼变甲红色，中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因为这都是氧化不同。啊，个咱的制造工艺内底烘焙的方法无共吼，拢会变。啊，个尾后咱讲 texture， 这 texture 就是讲，咱乌龙甲别的茶上大的差别是啥物？啊，未啉以前吼，咱乌龙茶就足香诶。啊，个啉煞以后呢，你的红磡、你的后韵啊，直直拢有茶的滋味伫遐。所以我甲这 facts 分做 flavor、aroma、color、texture， 用来咧介绍讲，因为乌龙茶才有这完整的 facts 哈。即马我就头先甲你讲，你看咱的茶的颜色哈，这茶色浅浅安尼直直一路变哈。因为这拢是咱的乌龙茶，但是乌龙茶因为伊的做法无共，咱就自然就无共的颜色。啊，个阮伫遐啉茶时阵，一定是甲茶碗吼摆出来，互人看到茶，阮用酒杯啊，互因看。这茶还未泡以前是啥物款的？这茶若泡出来，伊是啥物款的色？啊，个泡煞以后，迄茶泡有吼是啥物款的形状？因为一定要用安尼的方式，因才是慢慢的了解有吼。
阮常常互因一个口禅，就是讲视察行、赏察舞、闻察香、观察色、品察味、读乐理。这安尼的目的就是讲，一个茶吼，敢若咱第一个爱看用目睭去看，目睭去看啥物？看足侪物哦，打茶，啊个茶的汤色，啊个泡好的茶的茶谱，拢爱用目睭去看，爱用片仔去片，片啥物？啊片还未泡以前有啥物芳？啊，佮伫遐泡的时阵，茶伫遐泡的时阵，伊拄啊接着迄烧开的时阵，伊有啥物款的芳？啊，佮茶冷落去的时阵，佮有啥物款的芳吼？这芳味用片拢会片会着吼。啊，佮试的时阵，你试这茶有吼？我讲，咱试茶的时阵，毋好讲大喙试，慢慢啊安尼试一下，互迄茶汤伫喙内底走吼。迄茶奶酸酸吼，这茶奶会甜吼，这奶会咸咸吼，这茶奶遐尼苦，这茶奶遐尼涩，伫咱的喙内底吼有各种的迄 sensor taste buds。你甲迄茶汤放喺喙内底，敢若啉酒，敢若啉咖啡共款，咱嘛是爱互迄茶安尼吼 thropping， 互伊走一下，咱家己慢慢哦，你了解这茶的特性，啊尾后的时阵吼，你啉这茶的时阵。你用一喙甲伊沉落去，看伊安尼走好润吼，是毋是足 smooth？ 所以爱甲朋友啉茶的时阵啊，吼，你若讲家己捌的时阵，你慢慢甲人教，哦，伊会感觉讲，哇，咱台湾茶吼，学问吼，袂输一杯迄红酒，无是袂输一个啉一个咖啡，因为茶的学问讲实在吼，袂输啦，讲实在袂输因的迄了解，所以我讲。茶的资讯方面、sense 方面真济，所以普通我若甲茶去泡出来，我教伊去看各种茶时阵，咱伫遐讲的时阵，伊讲哦，你这毋是臭单呢，你这正讲吼，乌龙茶有这学问。即马过来，那袂行。你是镜头。OK。我会普通甲因讲吼。咱若学茶的时阵吼，我了解这 facts、flavor、aroma、color 甲 texture， 普通是 understanding 就是 geographic terroir。geographic terroir 就是讲，咱种地拢有无共的位数吼，那无共的海拔啦，无共的纬度啦，啊个无共的山势啦，啊个无共的 micro weather、气候啥物，普通咱是讲天地啦吼，无共的天，无共的地，啊个呢？这茶到底是岩土啦、壤土，就讲咱台湾的中央山脉，顺着中央山脉吼，普通拢是岩土啦，吼，拢是 sand。但是横向的山脉，像阿里山啦、玉山啦，这些横向的山脉的时阵吼，伊普通是冲击出来的壤土，所以普通有朋友会问讲，郭生，骊山的茶甲阿里山的茶，你哪分得出来？我讲。其实我若甲你教吼，慢慢去啉的时阵吼，你若注意这茶的芳吼，茶若较芳的茶吼，普通应该是伫壤土，但是茶若滋味较好的吼，应该是伫岩土。我讲，因为咱愈啉愈久以后，知影茶伫无共的环境、无共的土壤生长的时阵，你慢慢会使甲伊分别出来。所以 geographic terroir 足重要。第二个呢 cultivar selection。咱台湾吼爱感谢就是讲，日本人是1895年吼来到台湾，但是日本人对台湾的国土的了解是1885年伊就做好吼，踮台湾所有的地理分配。阮台湾即马茶叶的5大产区是在日本伫1885年就已经规划好啊，所以伊还未到台湾以前，伊就甲台湾研究甲足彻底。今仔日咱台湾怎样分配咱的茶区，是日本迄阵就拍落来基础。但是日本人伫台湾做一个足大的代志，就是讲，因拄仔来台湾阵，台湾所有的茶树啊品种，拢是伫中国福建、广东迄边摕过来茶籽。你若知影茶籽来繁殖的时阵吼，伊会足侪基因的变化。所以日本伫1918年的时阵吼，伊踮台湾做一个足彻底的，就是讲，伊甲台湾的所有地树啊品种拢甲伊废掉，伊重新选择，伊选择4大品种，就是即卖
大家拢足爱清新乌龙，啊，佮头头讲做地金的清新大胖，桃竹苗的清新大胖，啊，佮另外足适合花莲台东，就是适合太平洋沿岸的地区的，迄个叫大叶乌龙，啊，佮另外一种就是讲足活铁观音的，吼，伊就佮留这四大品种，所以1918年伊做这代志吼，结果有影响到美国 NAPA 呢。美国 NAPA 1976年 NAPA、Stanford University 加 UC Davis， 迄阵要 develop NAPA wine 的时阵吼，伊甲所有加州100几种的 grape， 拢甲伊废掉，讲叫 grape 讲卖迄种遐尼济品种。咱来研究讲 NAPA Russian River、Russian River East、Russian River West， 咱来选择较好的葡萄品种，适合这个环境气候品种，咱来开始吼。做简单的精选以后，慢慢啊，咱再来拓。所以 cultivar selection 在台湾有足好的基础。即马全世界品种研究，咱台湾的这地的茶叶改良场吼，已经是领先全世界。尤其吼，咱的品种的保存、品种的继续研发，这个是咱做。咱今日点台湾吼，咱感觉中，咱的农委会茶改场所有的这科学家吼，值得咱的敬佩，因为因直直伫遐做这足重要的工作，就是 cultivar selection。甲美国的酒共款吼，美国有足好的葡萄品种好保养起来，再来做。第三点，咱讲吼 craftsmanship 呢，这就是今日咱的主题来讲吼 ，craftsmanship 唔是 all of a suddenly 你讲哦，这是我的技术。我定定讲吼，咱无偌熬啦，咱人吼拢是学咱的祖先，咱学其他人累积下来智慧财产。这 craftsmanship 就是咱的文化，就是咱做茶的文化。因为咱看别人安尼做，足好诶，我就学起来。所以慢慢啊，每一个地区，敢若中部六国，台北的文山，新竹的关西。其实啊，每一个地区，咱讲茶区的意思是讲，这个地区的人吼，加减因拢有自然形成当地的特色的茶叶文化，所以 craftsmanship 足重要的吼，伊是当地茶区累积的智慧财产。啊个呢，我来试袂落去。镜头，我有咧 ，OK。咱嘛是爱教大家消费者讲，你若爱了解这 flavor、aroma、color、texture 的时阵啊，你嘛是爱了解这 full facts。我顶头用这lingo 吼 ，the apple 伫遐讲，咱伫美國的朋友拢知影，咱伫美國的 apple 有幾啊百種呢。我拄仔來美國，我講我去買 apple， 阮兄哥講你是要買倒一款的 apple， 你也知影啊，因為美國的 apple 你去超級市場，你若唔知，你唔知怎樣選，第嘛是共款的。茶无共的品種，无共的做法，茶就是會變到無共的茶呢。有的人講，Thomas， 紅茶、甲綠茶、甲烏龍茶是毋是種茶樹啊無共？所以種紅茶樹啊，我講毋是，所有的茶攏是。你若種啥物茶樹啊，你辦迄茶葉啊，你就會使吼做啥物款的茶，你就會使生。所以茶。基本上茶樹是共款，但是茶的品種足儕種，所以品種無共的茶樹，你的提取無共的品種的時陣，伊的葉啊生長環境，伊葉啊長的結果吼，攏會無共吼，甲另個共款，無共的另個的長，你就種出來另個就無共吼。但是茶甲另個另外一點無共，就是講蘋果咱挽着咱就會使食，那熟咱就會使食，無共的品種。食的另個味無共，但是茶就無安尼簡單吼。茶是靠製造，你即馬無共的品種的茶欉，你挽到的茶葉，你若早挽、較慢挽，吼，你挽到的茶菜吼，阮講茶菜啦，迄茶葉吼新鮮的 fresh leaf， 阮講茶菜，迄茶菜定時挽，啊個挽的時機怎樣，啊個怎樣挽，攏會影響後擺要做茶吼伊的結果。但是基本上，咱莫去講茶菜差別啦，咱就講製茶的工藝。我甲全世界製茶的朋友講，我講你紅茶敢有安尼做？伊講無。我問日本人講，你綠茶敢有安尼做？伊講無。我講，阮的烏龍茶吼，就比恁小可
较有技巧，较 skillful， 较 technological。我甲因讲就讲，咱第一个要讨论就是讲，我踮台湾爱做茶，第一个我讲，我即马是要做啥物茶？氧化程度，第一个 oxidation level 爱先决定。我若要做包装茶 ，oxidation level 8% to 12%。我即摆若要做冻顶，oxidation level 20% 到25%。我即摆要做铁观音的时，是的oxidation level 45%。我若即摆要做碰红茶，就是东方美人，即摆茶金呢，迄若无60%，袂使。所以 oxidation level 点做台湾乌龙茶的时，这是第一个 segment， 就是讲，你用 oxidation level 来决定咱即摆这乌龙叫啥物乌龙，较青、中的、较红的，这无同的颜色，是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咱 oxidation level 的 control。搁第二个，全世界无的啦，咱台湾上强的，就是 lowering skill。lowering skill 就是讲用迄茶用迄布给包起来，咱讲布揉、团揉，这款的 skill 本来是伫中国开始的，但是伫台湾发展甲不得了，因为台湾正经我等下会甲大家 share， 台湾的少年家家己想讲要怎样做会较轻松，要怎样做品质会变较好，所以 lowering skill 我等下伫遐讲的时候，你会着惊个哇！这 nano technique， 这 AI technique， 拢已经发展甲足彻底伫 lowering skill 内底这咱会使足操蛋甲全世界的人讲，恁若讲 lowering skill， 恁绝对输咱台湾就对啦。baking technique 第三个，茶一定爱焙火啦。咱啉咖啡啦知影。咖啡店咧开始的时阵叫 green coffee， 但是 Starbucks 是 city roast， 伊是 heavy roast。搁另外一间的 coffee 呢，伊是 middle fire roast， 就是讲咖啡行互你的口味无共的咖啡的豆仔无共以外，这咖啡是怎样 roast out 的？这 roasting 会影响咖啡的品质。茶嘛是共款，有的茶做好以后。爱轻轻的火咱讲文火慢火，慢慢的甲伊焙。有的茶喏，爱用中火，温度爱悬的搁互伊焙较久的。有的像冻顶，冻顶的焙火我学袂晓呢，伊冻顶师傅我去找100个师傅，100个人拢甲我教无共的就对啦。冻顶的火拢是因的私家功夫焙火拢因家己的功夫就对啦。因为因的一套每一间每一处，所以你若去乐谷有几啊千间的茶庄、茶店伫遐卖茶，因后壁拢伫遐焙茶啦。但是后壁你袂使入去，绝对无好入去啦。因为伊若几啊百间伫乐谷的街仔头伫遐卖茶，伊爱生存就是讲，我绝对毋是 me too 啦。你若介意我即间的，你一世人就爱啉我即间的，因为你啉别人的，你袂下嘴啦。所以。这 baking 伫台湾，因为咱较细，因为咱较竞争，咱台湾的 baking technique， 我今仔嘛是要甲大家乡亲来报告，就是讲，所有的 AI，artificial intellectual，AI 已经应用伫 baking 内底。但是咱伫遐继续的时阵，你有去了解讲，咱若来啉一个台湾茶，咱若讲台湾茶怎样制作的时阵，你就，干你咱讲尻川会翘起来，因为你感觉咱足骄傲的呢。即摆我来讲，咱知影，咱小来看咱台湾的地图台湾是全世界种茶上好的位所，因为北回归线拄好伫咱台湾嘉义迄边安尼切过，嘛走去花莲瑞穗遐切过这就是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普通咱知影是北纬23.5度啦，北回归线南甲北1度，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是种茶上好的气候层啦。搁咱茶咱台湾，咱嘛是要讲产业的历史的时阵，我即马先莫去讲着迄产业的时阵，咱台湾茶正港有这产业是1869年开始为怎样我用1869年来开始？但是我嘛会甲大家 share 但是最主要是讲，咱台湾一开始的时阵，足侪中国来移民啦，因孝上厝内底较早伫伊的故乡伊啉茶，所以伊来台湾的时阵
伊可能有炸一寡地址，无就炸一寡地，无做炸一寡地藏，伊拢会种喺家己厝边啦。种这厝边就是讲，我嘛是爱做一点仔来家己爱啉的啦。来讲homesick的时阵，我会使啉茶，但是直直无变产业。到有产业时阵，咱台湾有经过一段足精彩的历史。咱等下来讲产业时阵，咱来介绍。啊，个卡蒂吧，头拄仔有讲，咱台湾的茶叶改良场、农委会，啊，个咱台湾的农民足巧的。即摆台湾有一个茶足红的，叫四季春吼。我甲美国人讲，我讲这四季春用英文甲恁讲，恁袂晓发音啦。四季春，伊讲四季春啥物意思？尾后我就简单来讲 ，Four Season 乌龙。我一讲 Four Season 乌龙吼，哇！美国人才开始笑，伊讲哇，有这遐尼好的名叫 Four Season 乌龙。这 Four Season 乌龙是的哦，这毋是科学家研究改良的吼。这 Four Season 乌龙就是咱新店北部这边的茶农，伊伫遐种台湾的清新乌龙，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结果有一天，伊发现，因的后院，因的地藏突变。这突变以后，伊感觉这品种比别人较早。像咱台湾的乌龙茶，可能爱到3月中、4月才有好办。但是四季春是的吼，我甲阮太太讲，咱的四季春今年的早春茶已经坐飞机了，已经要来啊呢。咱2月7号咱就开始办啦。你看四季春偌好诶呢，伊正经会使早办，早办就啥物？别人无诶时阵，咱就有啊啦。所以这考虑嘛无讲诶时阵足好。啊，个另外诶人讲，别人拢已经做煞。哦，我若来种这哦，遐万大诶品种诶时阵，别人无茶，即摆就咱兜遮有茶，安尼嘛足赞诶。所以品种诶时间、试种时机，这足重要。咱台湾拢有啦吼，安尼咱会使分配吼，看无共诶产区，用无共诶品种来推广。上重要诶，台湾就是 craftsmanship technology。这我已经吼，伫世界诶所有诶比赛，所有诶讲，我讲。恁若去看，咱台湾吼会茶会赢，但是过去阮足歹势讲，咱的品质会遐尼好，主要是咱台湾吼有将近2万几个茶农吼，足认真伫做茶，咱拢是小农啦。因为小农即马做的茶，佮家己卖时阵，所以大家一定会品质够啊足好诶嘛。但是尾后呢，咱讲毋对哦，迄是较早哦。等者咱甲大家介绍时阵，咱台湾。即嘛，因为咱台湾上强的是咱的科技哦，咱的科技应用伫小农的身上，啊，个足侪台湾的小农，伊讲我若着爱遐尼辛苦，我家己来做，我若会晓种茶的时阵，我就专来种茶，我做 contract cultivator， 我专门替别人种。哦，你若种好插茶，我就专门交互你插。所以慢慢啊，台湾即马佫倒转去，较早1970年代以前，咱的大工厂一间一间佫倒转来。正经，你若去看茶的历史，足成台湾足侪工厂，较早加工工厂的人，伊要销美国，伊要销互世界其他国家。台湾伤贵的时阵，又走去中国，走去西移。即摆伊感觉讲，哦，毋对哦。即摆台湾的科技发展，咱足侪物啊，其实毋免用到遐尼侪工人咧，咱的制程会使改良啊呢。啊个，咱即摆会使用足侪方法，咱提高咱的品牌 branding image。足侪物啊，咱毋是只个像。较早共款，所以足侪物啊会倒转来。即摆台湾的工厂开始一间一间，搁倒转来大型的工厂，因为大家要做专业就对啦。因为大家较早就讲，先改 deregulation， 本来是大工厂尔做，所以农夫袂使种茶，袂使做农夫会通种茶，但是袂使做茶。1982年，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伊就甲这改变啦，袂李登辉做农委会、农妇会主委时阵啊，迄阵吼，伊还未做总统啦，伊迄阵做农妇会主委。伊讲台湾爱 deregulation， 因为工厂无法度生存的时阵，咱爱 deregulation， 所以废除制茶规则是1982年，就是讲即摆开始，全台湾所有人拢会使开始做茶。即摆一开始落去，台湾的茶咯已经吼蓬勃发展，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使去研究，会使去发展。但是 deregulation， 咱台湾的政府无做一个好的代志，咱台湾制茶工会嘛无做一个好的代志，就是讲 deregulation 以后无去做 re-engineer， 所以尾后足侪食安问题吼发生伫茶内底。
足侪人会 complain 讲这茶无安全、无卫生，我毋敢啉，啊，搁这茶内底啊，搁有农药残余。这主要就是讲，因为咱 deregulation 放任自然人做茶，咱无去做 re-engineer， 重新要做新的管理吼。这嘛是今日我嘛爱甲大家 share， 台湾已经开始伫遐做这代志，但是咱讲 ISO 22000。哦，迄代志我甲Josephine两个吼足红声的，就是讲，阮当年带美国人甲加拿大人登去台湾参观学习，帮忙着台湾的政府想要杀的代志吼。本来杀就是杀袂通，因为一阵美国人、加拿大人去台湾的时阵，互台湾的政府要杀这代志，变讲，这足轻松啊！即马逐个奈拢爱安尼做吼，这 ISO 足好的。所以这 new development 我等下落慢慢啊，甲大家介绍吼。所以看台湾的历史文化，咱台湾的地图一定要提出来，互因知影讲，咱就是伫北回归线啦。所以咱台湾第一好吼，这实在是因为咱占尽天机地利了对。这我嘛是足爱看，头咱伫直直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啦，这个是阿公点烂茶，这个少年呢是孙仔点烂茶。我定定用这个相片，甲美国人伫遐分享就是讲。我讲因两个人做茶吼，咱也来做 blind tasting， 就是讲咱毋知即个是啥人做的，咱即马泡的时阵哦，泡的人嘛毋知这啥人做的，但是尾后咱会宣布答案吼，咱就问咱所有的朋友讲，你想讲阿公吼做一世人的茶，应该因哪伊做的茶应该是较好才对无？你想这孙啊吼，你看哇，伊安尼做茶，伊做无1分钟2分钟安尼换老的，伊走去看电话呢。伊走去看电话，伊去看伊的电话呢。等伊做伊又走转来，伊若讲啊，我继续伫遐做，伊搁走去看电话。哇，伊去 research 呢。伊看别个师傅吼，因为即马伊用 Google search 讲，我即马做这时阵吼，这个位数有啥物人吼，伫这有啥物心得，伊找别人的心得呢。伊用别人的心得来改伊的方法，所以阿公是。用伊知影的方法，阮阿祖就安尼甲我教，所以我即摆嘛是安尼做，伊无变，伊足认真呢，拢无偷工，伊讲照起工啦。伊这孙仔呢，伊就毋是哦，伊就四界去问，四界去找，伊拢找讲，别人是怎做，啥人做的茶哦，会比我阿公的较好，我就来甲伊学。所以因的孙仔慢慢啊，甲所有别人的优点哦，伊拢改进，变伊家己的技巧。但是迄阵无 AI 啦，所以伊的大数据是 Google search 以后是家己爱去吸收，家己爱去变化。但是这孙啊，即马了解啊，毋是伊家己遐尼巧尔呢，所有少年家拢遐尼巧呢，所有少年家拢是要找讲，阮阿公安尼做吼，迄有够忝啦，8点钟无停，都是安尼直直烂。伊讲我无爱遐尼忝，我爱看电视，我爱听音乐，我要做别的代志。阮毋免遐尼，我会知，咱会使来发明机械啊，咱会使发明机械手啊，咱会使来做，这即马就是讲大数据有啊，做机械咧开始就想讲，依据大数据，咱来改良有啥物较好的工具，所以我讲 AI 就是伫这张相片内底，咱会找到吼，为怎样台湾会去发展这代志？你看新的机械，这少年家帅哥。伊就毋免遐尼骨力啦，毋免像阿公啊，这机械拢会替伊做伊爱做的物啊。所以伊即马做茶比因阿公较轻松，啊个伊的产量哇比因阿公济啊。因阿公一工可能2球3球，这少年家一工会使200球400球，伊就直直会使做落去。啊个拢毋免遐尼出力，但是效果好无？Josephine 甲后壁迄寡美国朋友，我去参观的时候。阮逐摆拢爱做 blind tasting blind tasting 就是讲，你毋知啥人做的茶，你来现泡。阮甲伊 convince 就讲，咱即马台湾年轻人，伊利用科技伊利用改良的机械手、伊即马做的茶老做。啊，你看这少年帅哥呢，伊滴一点打折的无滴一点家己无伊做茶足轻松的啦。我讲这即马就是讲，互恁知影就讲。后摆你若转去台湾啊，毋好讲哇，我无爱去看茶工厂，你就应该去看茶工。台湾的茶工厂即马比啥物 coffee roaster 的位数较清气，啊个较卫生，因为台湾的少年家已经改革，伊知影讲
我祖先传落来这厝的这事业吼，这会做的呢，这毋是袂做的呢。所以这嘛是我感觉讲足骄傲吼，来介绍茶的为所。这就是较早行诶培火茶，你看较早爱起火，即摆你若起火吼，环保局第一个就甲你开单就对啦。一起火你一定空气污染啦，因为起迄火的时阵一定乌烟瘴气就起来。啊个，咱即摆劳工部嘛会甲你掠呢。迄只培茶，迄做茶房间内底，哦，迄着肺炎，因为迄个空气环境，迄款的环境绝对袂好。但是这较早做茶人足辛苦的，所以你即摆叫少年的去学培茶，伊讲我则无爱。你看即摆培茶有无吼？拢是科技化，冷气啦，啊，佮有所有的物仔吼，拢是已经，你看拢 stainless 伫遐做，内底 roasting， 已经用 nano technique 吼去 create and new energy source。因拢是用新的科技去改良台湾。即摆我常常伫世界茶叶大奖，我甲因讲，我讲台湾的培茶，你看阮的环境，因为阮的劳工部会开单呢，阮的环保局会开单呢，所以阮一定爱比家己去改良呢。所以阮伫遐介绍台湾茶时阵，我定下讲，毋是我熬啦，是我较福气的，我会使甲台湾吼将近30万的。足认真的少年家的努力吼，我甲因的努力成果分享互大家世界人，大家知影。啊，我即摆你看这台湾的新的工厂，这工厂偌大呢？100公尺乘以100公尺6层楼呢。啊，个所有的 energy 是 green energy 呢。这伫倒位？这伫台湾哦，中央山脉后壁是中央山脉最南端北大武山，北大武山的山路。这一片地吼有够大，等下我互你看，大甲你会惊着。1000个，顶礼拜阮美国有 Super Bowl， 迄 Super Bowl 的场地1000个空地10个，只1020个 Super Bowl 的场地，都是即个地方来看。我等下甲在相片互大家看。我讲这 facts 时阵，我拢会甲因教讲，你爱去怎样，就是爱用气杯爱鉴定啦。今日咱就毋讲鉴定啦，因为咱毋是讲要做茶吼。我讲鉴定，我拢有一套吼。我鉴定拢有设计这吼。Josephine 甲我，甲阮的 TUF 一个即摆理事长吼，一个博士啦，阮足认真去设计一寡表格，就是讲，咱即摆教美国人怎样评分的时阵，咱袂使用咱台湾的老师吼，按批一个看一个，就甲咱决定讲，你冠军，你第2名。咱讲咱美国袂使，咱一定要设计一个表格，所以咱就做一个乌龙 cupping and grading log。咱敢讲每一个分数，这敢若世界选美共款啦。你的姿态占几%，你的智慧问答占几%，啊个你咱拢甲伊 break down， 啊个每一种茶你若注意看这表格吼，包装茶伊这占几%，这几%，阮拢甲伊每一个啊个。当顶学量是怎样评分呢？阮就设计一个表格，这表格就是讲，你伫鉴定的时阵，你一定要足客观，甲这表格该填好来。这个表格讲实在是咱的智慧财产。我这表格我嘛甲因讲，咱台湾有这表格，但是咱愿意分享给全世界，就是讲，咱用安尼来评查，咱毋是黑白转的呢。咱即摆去买酒的时阵，伊甲伊讲 criteria 90 point、92 point。但是，90 point、92 point， 伊无甲你讲伊是怎样评出来。但是今日咱台湾茶，我讲这茶有几分的时阵吼，咱有甲伊讲咱的评分是怎样依据咱的标准。咱安尼来教美国人来了解台湾茶时阵，因要知影，咱这是 based on very objectively analysis 吼。我即马开始讲就讲，我因为用迄评分标准，我即马嘛是甲台湾分做7类。我讲台湾有7种乌龙茶吼，咱叫台湾的7美人。这7美人第一个就是氧化程度上轻的，第一个就是文山包种吼，这茶的形啊个茶顶的色。第二个就是咱即马台湾咱讲高山乌龙吼，台湾每一个山头拢有的茶吼，因为这茶拢是一粒一粒敢若 green pearl， 所以阮甲伊学名叫 J 乌龙，就是咱台湾的高山乌龙茶。第三种就是讲。咱台湾足早就有诶，迄阵北部是包种诶时阵，咱中部六国迄边就是但丁乌龙，但丁乌龙伊是半球诶，伊会色，
你看我用的色就是迄汤色吼，你看这就是黄金啦，黄金色。所以尾后阮在美国推广的时候，因为咱应该讲当丁学良做茶人捌啦，但是消费者当丁学良无，所以阮即摆互当丁学良跟黄金乌龙啦，吼，黄金乌龙，因为伊的汤色是黄金型的。过来就是 amber 乌龙 ，amber 乌龙是用焙火去改变茶的品质，伊的香味甲伊的汤味，啊，佮伊的色。但是因为焙火以后，伊的茶会比较 amber 的颜色，琥珀色，琥珀色，阮甲伊取名讲 amber， 你看我用 amber， 啊，佮内底拢有一个吼，这种Wikipedia 内底拢会找到了讲 amber 乌龙是啥物？伊的定义，拢会写讲，啊，佮美国的茶的字典嘛会讲，伊讲。This is young tea man， 迄阵我才26岁，讲 young tea man Thomas Shu， 哦，伫世界的 Tea Dictionary 看我的名，讲 amber 乌龙吼，迄是一个 Thomas 吼，迄阵号的啦。伊即摆号的时，伊的标准定义就是安尼啦。所以阮讲 amber 乌龙，阮每一个茶下骹拢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for Wikipedia 大家 research 的。啊，过来就是讲 Oriental Beauty， 你看 Oriental Beauty 的茶已经开始小可 orange color 啊。哦，啊，佮伊的氧化程度60到65%，吼，这伫内底嘛拢有写。过来是台东的乌龙茶，台东乌龙茶，台东乌龙茶，阮甲美国人讲台东乌龙伊听无啦，阮有另外有一个名吼，但是我甲伊讲纯乌龙，纯乌龙，啊，英文叫 Cognac 乌龙，啊，佮另外 Formosa Bonita、Ruby 18吼 ，Formosa Bonita 足济，因为咱台湾有一个 Oriental Beauty。咱伫台湾的乡亲吼，你若听着讲 Oriental Beauty， 讲哦东方美人赞，但是我来美国45年啊，我听着人讲 Oriental 吼，我就知影这 Oriental 有一个轻视的意思啦。所以阮伫遐卖茶店的讲，哎，这 Oriental Beauty 吼，听着都无趣味，敢若伫遐讲学人吼是另外一个名共款。我讲我无爱 Oriental， 但是这 Oriental Beauty 已经伤出名，尾后我想讲历史有的。莫甲伊改啦，历史若有 Oriental Beauty， 咱莫甲接受个 Oriental。但是呢，我直直无想着讲，我嘛有一天会使做 Formosa Bonita。Formosa Bonita 什么？蓬莱佳人呐，蓬莱佳人。所以这茶是怎样呢？伊是有足红的。咱即马踮台湾，足侪人就讲这是蜜香红茶啦。我后壁写 Ruby 18，迄是一个品种尔。清新乌龙是啥物？叫 FB， 毋是 Facebook 哦。Facebook 是 FB 对无 ？Formosa Bonita 就是讲这是 Formosa 美人吼。伊若是讲清新乌龙是啥物？是 FB74。伊若四季春是啥物 ？FB47。伊若是金萱呢 ？FB27。伊若翠玉呢 ？FB29。每一种茶，阮都甲伊用品种的号码，这敢若。美国红酒，但是我是无想要用红酒的方法。你爱记个报道的名，我即摆用 FB 的编号吼，我甲每一个品种我拢甲消费者做一个交代就对啦。所以台湾的茶我分做7个品种，啊，佮怎样甲这茶品种，我会教因怎样去啉茶。头拄仔是鉴定茶，即摆我是甲伊用啉茶就对啦，用 tasting、cupping 甲 tasting 这是两个无共的代志。Cupping 你是要甲伊 break it down，tasting 因为每一个人的口感无共，每一个人爱啉茶的方法无共。tasting 是自由的，你会使家己去找到你家己上喜意怎样去啉这茶。所以 tasting 你上重要是甲茶所有的 facts 甲伊 bring up。即摆我就讲，咱即摆要开始来讲这上重要的主题，就是讲 promote Taiwan in pace of Taiwan tea culture and history。这就是较早吼，文化部前一任部长郑丽君迄阵提出来，咱有一个路径，咱台湾的文化爱透过无共的路径。我伫迄阵就是感觉讲这真对。即摆的文化部长是李永德，李永德部长是阮客委会客委会去个，所以伊做部长的时候，我第一个代志就甲伊讲，我讲报告李部长。我有一个意愿，我想要 promote Taiwan in pace of Taiwan tea culture and history。伊讲你的想法吼比较完整的提出来，咱大家会使讨论。所以今日我嘛是跟大家 share 吼，这个题目就讲 promote Taiwan in pace of Taiwan tea culture and history。这就是梁公兄迄阵讲的讲
烘一杯茶，烘一杯台湾茶，咱每一个人拢会使做台湾文化的大使。所以我即摆就讲，头拄仔的7种分类，我已经甲伊改变用另外一个名，这名就是讲，毋是爱互做茶的人、买茶专业的人吼，开茶庄的人来捌的。伊这是要介绍互美国的消费者，吼，爱互消费者去知影，伊爱知影啥物？咱台湾的学量是 7 serendipities。serendipity 啥物意思呢 ？serendipity 咱台湾有一个话就讲，咱两个相拄会着，咱是有缘分啦。我今日会使来遮，甲足侪咱台湾的乡亲朋友伫空中见面，这是咱的缘分啦。但是今日咱哪有这缘分？我若今日讲，毋是我是台湾茶叶大使，我今日毋是台湾遐尼做茶少年家吼，遐尼认真拍拼。我相信我无这缘分，所以这缘分吼，你毋知是怎样开始的，但是你知影每一个过程，迄拢是无简单的努力巧合。所以我足介意用这个字，我讲 serendipity。咱台湾的7种学量，我即马甲美国人介绍时，我讲 7 serendipities。我足介意这字就是 7， 足侪物啊，我足爱。7 serendipity， 哦，这名出来时。足奇怪呢！我做茶公会，我美国的茶叶协会，我日本的朋友，伊拢讲 Thomas，you're crazy. This is marvelous name. 7 serendipity for Taiwan 乌龙。我甲伊问讲 ，Do you know there are 7 serendipities in Taiwan 乌龙？大家讲 ，Oh yeah。伊讲 ，Tell me about it。我甲伊讲 ，Each 乌龙拢有 romantic story。阮太太。甲阮的囡仔常常咧笑，伊讲我无想到，伫美国有一个70岁的老男人，规工伫遐看 Hallmark movie。我讲，你袂使安尼讲呢。我规工看 Hallmark movie 是，毋是所有的 Hallmark movie 我拢看呢。足侪无好啊，拢无爱看呢。我常常拢看迄，我一看再看再看再看，因为我讲有诶故事足好诶呢。敢若今年的 Valentine 我看一出。叫什么呢？叫 Together Forever Tea， 就是讲一生一世。结果呢，我看煞这是第一次，我甲台湾的阿里山一个 Pearl， 我甲伊讲，阿里山 Pearl 一生一世。哦，我讲这茶是我甲 Josephine 的一生一世的茶。我用这故事一讲落去，我这个茶已经拢卖掉啊啦。因为你若会使讲故事的时阵吼，这茶。除了好啉以外，阁有种迷人的 history 甲 culture， 所以每一个茶内底，就这东方美人，哦，伊的故事就足侪啊。伊爱讲的故事，其实爱讲客家人较早是较慢来呢，所以无法度，伊来走山顶，爱用双手去开山辟林呐，就是讲爱甲石头挖起来，迄石头即摆阁无怪手会使拖走。就伫伫个山骹安尼，一层一层，一节一节。你看着台湾的地田拢是桃竹苗台地啦，咱台湾的地园吼，无像阿里山，无像梨山的安尼一片安尼。咱台湾桃竹苗的，迄敢若拢梯田的一沿一，迄是涂骹的石头，拢安尼改甲剥起来，安尼来顾这地园。迄地园安尼较辛苦拍出来，所以伊伫遐挽茶时阵吼，热天足侪爬虫的时阵。伊嘛是挽咧茶来做茶呢，所以这个茶本来是客家人挽热天，迄茶又歹，是要做茶互家己啉，无想到，因为这个 serendipity， 其他世界的人忽然间发现讲，这款的茶哪会遐尼好？这遐尼好，当然嘛是因为不断的改良，不断的改良。因为迄阵日本人要销这茶互世界时阵，伊甲东方美人是分做32个 grading 就对啦，因是足小心吼，品管的呢。所以即摆茶金电视剧了拍的时阵，我嘛甲李部长 complain 啊，我讲哦，恁讲故事讲伤简单啊，我讲恁来讲故事，互我来讲。哦，迄东方美人迄茶金，迄毋是金尔，迄是镶钻呢，迄是钻石呢。哦，我讲迄内底足侪历史文化故事，咱会使交代。个日本人迄阵怎样品管东方美人，分成32集每一集拢有伊的 criteria， 伊安尼来认真甲做品管，所以这东方美人伊伫世界有遐尼高的身价，
迄是足侪人的 effort 可以甲做。像这包种美人吼，我即摆甲你讲，即摆啥物物啊食品包装，做水平定讲啊，日本人吼，想要包装一个物啊安尼吼，拢包甲水足好诶吼，这足侪浪费伫遐。我要问咱所有朋友，全世界的第一个包装，第一件包装伫倒位开始？迄是伫台湾呢。伊个名叫包种是啥物？因咱台湾茶吼，有一种茶叫包种茶吼，伊拄仔开始做出来时，咱叫清茶，足清芳的啦。但是因为清芳，所以足走芳足紧的，3个月以后，迄芳都唔见啦。所以台湾的祖先足早就用啥物？四两用2元纸给包起来，四两包啦。140年以前，咱台湾就有全世界第一个小包装就对啦。甲地球用小包装开始的，即马 record history 找会到是伫台湾开始，因为台湾的文山包装是用4两双盐纸去包起来。我嘛有拍足侪即款的圆仔片吼，我嘛伫世界茶展，互因示范讲吼，咱的4两包较早是怎样开始怎样包的吼，所以这名叫包种美人。这包种美人本来一开始呢是。所有的人是做这茶要卖转去，啥物卖转去伊要落单的位所。结果落单的人吼，有一摆一年 cancel order， 因为迄阵这包装茶吼，互人 cancel order。咱台湾人嘛卖含慢呢，伊讲哇，爱卖去东北茶才袂使卖是吧？咱台湾就做这茶卖倒位，卖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即马你若去东南亚，你甲伊问讲。咱台湾来的乌龙茶，啥物上销？第一个一定讲是包装茶啦。包装茶伫东南亚红家吼，因无包装茶袂使过日就对啦。因早起时用包装茶拜祖先呢，因中昼时哦用包装茶来开胃呢，伊暗时用包装茶吼催眠呢。因包装茶是伊日常生活内底足重要的物啊，包种美人。第三个就是当丁乌龙，因为我讲伊的汤色像黄金。所以，阮伫遐做 promotion 的，我讲这是黄金乌龙。这黄金乌龙吼，伊个故事佫无共。这是讲清朝的时，1850年有一个举人呐，伊伫厦门吼要转台湾吼，伊是洛国人啊，姓林啦。伊转来时阵吼，伊早36层的地层，种伫洛国当顶山崖当顶迄边啦吼。即马当顶的青心乌龙就安尼拖起来，这是较早的故事。但是呢，这就是讲以前荣归的人吼，伊甲外国的特产吼，要摕转来家乡来拖。但是当中乌龙有一个更较趣味的故事吼，嘛是一个姓林的少年家。1976年，1975年，伊是台大森林系毕业以后，伊转去因的故乡洛国，伊去农会上班，伊吼就自伊伫台大学到的物啊。伊开始伫陆股农会，伊想讲甲因厝内底冻顶乌龙，伊讲我会使利用科技分级分类，啊个我来办全世界第一场的乌龙茶竞赛乌龙 contest。这乌龙 contest 伫台湾1976年第一场伫洛国伫当顶，嘛是全世界第一场，所以这个已经伫博物馆拢有记载，就是因为这少年家。回乡吼去做，所以冻顶乌龙我甲人 share， 我讲足侪故事的，这故事嘛是一个是讲以前返乡，甲外国的物仔摕转来，伫咱家乡来传承来拖；一个是少年家去外口读书，伫台大森林系转来以后，伊外口学到物仔转来，甲家乡的产品吼，怎样来分级分类品管，啊，佮甲伊做一个竞赛，提升伊的知名度甲品质。啊，佮另外最重要的是干咩？当顶乌龙，伊即马伫迄届以后，伊无想到讲，伊伫个货运，真侪人伫啉高山茶以后，慢慢来讲，我呢开始会去想讲吼，另外一种茶，伊个货运比这吼搁较长，搁较久，所以这黄金乌龙即马搁大翻身呢。阮伫2010年甲周志平伫世界茶叶大展，10万包的样品安尼发出去以后。即马大家开始倒转来做台湾找即个茶呢，找讲恁的黄金乌龙怎样？所以黄金乌龙嘛是足侪故事会使去讲的啦。
过落来就是台湾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山头，阿里山、梨山、合欢山、大雪山，每一个山头，即马包括阮故乡新竹的五峰吼、司马库斯呀，迄个山头，拢已经有台湾的地园。较早大家拢是甲竹园啦、竹林啦，像南投的竹林、阿里山的竹林啦，烧掉来种地，拢是违法的。即马少年家拢知影国家的法律是怎样，啊个保护的规定怎样，大家拢慢慢啊开始吼，照规定来开发家己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即马台湾咱你若用齐先生吼，伊用空照图看台湾，台湾的高山上每一个山头拢有咱台湾的高山青啦。这高山青就是咱讲的台湾的高山乌龙。那这高山乌龙的故事嘛是真趣味吼。迄阵伫六国当顶的时阵，大家嫌讲恁兜的地无够悬啦，因兜的地较悬，所以迄阵台湾伫1980、85开始，大家拢愈来愈悬，愈来愈悬。迄阵卖地有一个错误的 image， 就是讲，阮兜的地山若愈悬，我的地的价值就应该愈悬。敢若梨山2500公尺。哦，安尼我梨山地就爱画较悬。哦，大屿岭我比梨山佫小可较悬，我佫地佫较悬。迄阵拢有一个迷思，就是讲用地愈悬来决定，其实毋是啦吼。即卖高山青每一个山头拢有每一个山头的山头刺。这山头刺咱讲开，这开啥物？就是讲每一个做地因兜家己传统的工艺，伊的手路啦，伊的手路嘛会使决定。每一个山头，伊的地可能无同的特色，但是伊的手路会决定这个地吼，伊搁较重要的山头开，吼，这山头开。所以阮定介绍中爱讲，你一定爱买台湾的高山青 ，with your GPS。GPS 是啥物？你爱知影吼，伊的 GPS 定位伫倒位啊？若是无 GPS 定位的高山地，迄无的确吼，是阮兜后院的。你也知影，你若有 GPS 的时阵，你就知影这地伊是伫倒位。你看这，你会使对应着吼，足侪伊的 information。所以高山青吼，嘛是真趣味的。培香经典最主要就是讲，咱伫遐买酒的时阵啊，同款的酒有诶是要 reserve， 吼，伊要藏。所以台湾即马小可有一个风气，就是讲每一年拢有人开始藏茶做 reserve。但是我嘛是甲因劝，我讲。你若 reserve 的地，阮甲讲是 amber beauty， 你一定爱先焙火，因为焙火改变它的香气，啊个甲伊滋味爱甲固定好来，你才开始来做 reserve。啊个你 reserve 以前啊有会计师来做见证，咱袂使学普洱茶吼，中国的普洱茶，伊顶头甲伊写讲1950年哦，安尼甲你占者因啊1950年，哦，迄地就经营1950年。敢若买酒的人吼，伊带一个瓢啊纸，伊讲哦，2003年，这个2003年，我讲袂使。你这地吼要封藏以前，要做 reserve 以前，你家己一定要有所有的记录，生产履历拢要保存啊。啊个你这封藏以前，所有的故事，伊的生产履历，伊的出生证明拢来做好，要互会计师来见证，才来封地吼。这培香经典。慢慢啊，大家会看到咱台湾地什么年厝什么呢？所以为了这代志，我嘛甲咱台湾的食安的法规伫遐讨论，就讲，你定定讲这地有效期是定时到定时，但是后摆阮伫遐做 amber beauty 的时阵，阮伫遐做 reserve 的时阵，我爱讲年份呢。所以食安是爱讲这地你保存以前，这地是什么款的 status， 伊的食品卫生符合无？迄阵有做检查无？封查以前就要先做检查，然后我的封查的过程，我的 medium， 我的过程是不是安全的？所以阮伫遐做培香经典时，我嘛是甲要求讲，爱先伫食安着手哈。过来就是讲，咱台东哈，台东跟花莲，咱讲是敢若是台湾的后花园，因真可怜就对了。台东甲花莲迄边的地区哈，较早做的地哈，拢是要送来北部啦。咱台湾做地人拢有安尼的习惯，就是讲长子吼，大汉囝留喺厝诶，吼，顾家己的地园地工场。第二汉囝、三汉，其他的囡仔拢爱放鱼出去外口，家己出去找
所以咱即马若是无空照图，你伫遐看，阮新竹、甲花莲、甲台东吼，敢若哇足远诶，啊走台北坐铁路吼，坐到东部迄边诶铁路，哇坐足久诶，才到台东甲花莲。无就是吼，啊台北哇坐死安尼高速公路，无就坐高铁坐到高雄吼，啊搁坐台南，哇！咱伫新竹爱去台东甲花莲足困难诶。但是1925年代哪有高铁，哪有铁路好坐？迄阵拢嘛是行山路。你即马就看，你伫中央山脉一看，新竹到花莲，咱毋免行偌久，过一个山头就到啊呢。所以我甲Josephine去花莲时阵，我伫即边就拄着，哎呦，你来讲客，哎，拄着这个，哇，瑞穗台地顶头，我拄着几啊间拢是客家的朋友呢，因为伊讲我就是排第二，我就排上细汉的。迄阵厝的老大伫遐顾，我就互因叫来讲来遮吼，开垦新的茶园来做茶，做的茶拢不准我卖啦，拢爱上缴去转去老家就对啦。台东嘛是共款。你去旅野，你嘛拄到足侪客家朋友伫遐做迄工厂啦，拢是安尼。透过中央山脉八节山头，伊走去后山，伫遐种茶，伫遐做茶。但是过去呢，因种的茶、做的茶，拢是卖转去厝的。所以，若是卖转去厝的，你想讲伊会认真卖无？伊认真做无？伊根本伊讲我都毋免卖啊，我做的都上缴啊嘛。所以较早人讲贡茶的茶有吼。迄皇帝足巧的啦，伊讲贡茶吼，我会使准你家己啉啦，我嘛准你家己会使卖啦。你贡茶就几啊%尔，你毋免拢交我，因为我若甲你讲，你若不准你家己卖时阵吼，你绝对吼乱来啦，你就乌白做尔嘛。所以台东花莲茶吼，较早是因为要上缴，所以因无毋免去卖，所以毋免惊讲我品质无好，介绍无好，伊就有做有认真做就好。但是，踮台东的花莲的少年家，即马嘛觉醒了。伊讲安尼哪会使？阮嘛爱自立门户啊呢。阮台东花莲毋是后花园呢，阮是全台湾唯一接触太平洋沿岸的，阮是 Pacific Breeze 太平洋微风吹拂的茶园呢。所以讲，阮嘛爱找阮家己定位。所以1980年代、60年代，嘛是一个做茶的工艺科学家吼。茶叶改良厂台东分厂有一个阮新埔的客家人姓吴，吴分厂长，伊就协助迄边的年轻茶农开始研究讲，阮台东花莲，阮家己来开发咱家己的特殊品种，结果开发2种茶出来，这种茶，阮甲伊讲是 Cornea 乌龙 ，Cornea 乌龙就是即摆大家伫遐讲的台东红乌龙，台东红乌龙。这历史嘛是足漫长的啦，2008年到2015年，嘛是直直无成功，一年阮叫美国人啉，伊讲袂使。到2016年的时阵，阮大家拢认定讲，这个茶已经成功啊，所以阮伫世界茶叶大展介绍讲，这是咱台湾又一个新的乌龙茶，咱讲纯美人 ，Cornea 乌龙 ，Marrow，very marrow。伊就是琥珀香、熟果香，伊就是有这酒内底 Cornea 的特色，有迄醇厚的味道。这可能踮台湾人伫遐啉的时阵，无感觉足好的。但是见到我请美国人、请西方人伫遐配牛排的时阵，伊啉到这纯美人哇，爱得不得了这是咱台东的，所以迄阵阮甲讲，这是台东乌龙，是叫纯美人。上尾一个蓬莱家人，我乃甲伊合作蓬莱家人，因为这个茶发现伊的 serendipity 的故事是啥物？这是1999年921大地震，迄阵大地震煞，台湾的中部走山，台湾中部足侪茶农，因兜的茶山走山1/3的茶农，地震以后，伊拄到一个困境，就是讲伊无茶好办。921大地震伫咱的 urban area 大徛街位所做茶的工厂，拢是徛街后壁，大家的徛街较无影响。伊的工厂的机械还阁伫的，但是伊即马走山以后，伊无茶好办。结果台湾有2个足敖的人，
这两个少年家迄阵想着讲，台湾的历史，伫1910年直直到1945年日本占台湾时，日本人直直想要甲台湾做世界红茶上重要的生产基地，因为日本想讲，日本国内伊要做伊家己的绿茶，所以伊无爱做红茶。伊讲，即马开始，我要甲台湾取代印尼、印度、西兰，就是讲日本人即马开始唔免去甲因买红茶啊啦。伊讲我台湾有使做呢，所以台湾迄阵种足济缅甸来阿萨姆品种踮台湾就对啦。迄寡地藏尾后呢慢慢无人去注意，因为台湾后来红茶无法度竞争啊，所以1957年、58年以后，台湾红茶就慢慢无去啊，大家都无爱买迄茶，无爱种迄茶。迄寡阿萨姆藏呢无死去啊，无唔见，是顶头即马拢是啥物槟榔啊 ，peanuts 槟榔。台湾中南部你看足济槟榔树，槟榔树下骹拢是啥物阿萨姆的老地藏啦。所以这两个一个姓黄，一个姓邱，这两个茶改厂、鱼池茶改厂的科学家，伊讲哇，中部、南部足济地龙，即马无地山，即马搁爱等茶会使办，爱等3年呢。爱3年以后才开始茶才会大汉，才会使办茶。这3年伊爱食四白饭呢，伊即马真可怜。伊讲咱即马甲伊教，即马甲槟榔树甲伊切掉。后壁就是地园啊，就是较早阿萨姆 tea garden， 阮甲伊讲 All Bush 阿萨姆 tea garden， 一片一片一片甲伊吹出来，吹出来以后，但是阿萨姆的树甲咱台湾的青心乌龙、青心大棒的无共，所以伊若要来做咱的乌龙茶有困难，所以这两个科学家开始甲因教讲怎样来做印度的红茶，所以因甲伊教的时阵，咱的茶农足巧的。伊讲老师，你甲阮教的，我拢会晓啊。但是这老师伊是科学家，伊无想到现实的问题。地动以后，我都无地山，我都无地园啊，我哪有法度去买新的机械做红茶？结果呢，因就想讲，阮兜即马遮遗骸我较早拢做这乌龙茶的机械啊。我即马照你甲我教的我嘛来试看卖。伊就想讲，我会使学新竹因遐做碰风茶的方法。碰风茶嘛是共款用咱做乌龙茶的机械啊，因嘛无做红茶的机械啊。我即马就是讲，我若做碰风茶，我甲伊做较红的，氧化纯度碰风若是70%，我即马来甲变化嘛，变到85%看卖。但是因的老师甲伊问讲，恁有学晓啊？你有照我讲的做无？因拢讲有。但是大家拢有苦难言啦，讲我哪有钱去买机械啦？因嘛讲我用阮兜的迄个老机械，我就照你讲的氧化程度提高。个我伫遐做的时，我啥物部分我照你讲的，我用迄手路甲做好来。结果呢，验收成果的时阵，即个茶农摕茶菜来的时阵，迄师傅讲呀，恁做的茶呢，敢若比我教的较好咧。大家拢伫遐笑了，讲老师，我拢照你讲的对啦。但是每一个人做的方式，拢小可有调整、有调整。这无想到就是讲，嘛是因为这个千错万差，咱台湾的茶农忽然间我找到一个比东方美人较简单，佫唔免等小绿叶茶禅，唔免等迄特别季节。我一年365天，我就有法度做这款的蜜香出的乌龙，所以迄阵应该讲这是蜜香红茶。我讲千万都唔通我讲全世界你若要甲人比红茶咱比输人啦，因为因的红茶一定爱加糖啦，爱加牛奶啦。我讲咱即马做这唔是红茶啦，因为咱即马做出来足我东方美人，无东方美人迄款的芳开。但是呢，已经足晚的啦，介绍是东方美人的1%不到。我讲有遐尼好的物啊，遐尼晚，你即马介绍你的成本唔免嘛，但是你会使甲介绍摕较悬的。我甲你号一个名好无？拄我开始我甲伊号就是讲，因为咱伫美国转去就小，我甲讲 Brandy 乌龙，
伊讲 brandy 乌龙，哦，开始就有人拍。即摆 internet 你若拍 brandy 乌龙，啊，足侪人伫遐卖 brandy 乌龙。尾啊，第二批美国人来讲 ，Thomas 毋是 brandy 啦，伊讲 burgundy 乌龙，哦，另外佫一群人伫遐拍 burgundy 乌龙。到尾后呢，另外一批人来讲 Thomas， 你 stupid， 甲我骂 stupid 呢？伊讲你毋是定定伫遐嫌讲 Oriental Beauty 吼，有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伊讲即个茶吼是正港1999-921大地震以后，咱台湾茶农家己无心插柳成荫，吼，这是正港的 good serendipity。即个茶咱甲伊合作啥物？台湾美人 Formosa Bonita， 所以即个茶就是蓬莱佳人 Formosa Bonita。所以即个册个故事吼，咱的乡亲，你慢慢啊。啉一个茶，啉一个台湾乌龙，你就去甲因讲伊后壁的故事，会足精彩、足丰富的吼。我讲你用安尼去啉茶的时阵吼，你家己嘛会感觉讲，哇，这茶正讲有较香，吼，滋味有较好，因为添加的咱的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吼。即摆我讲，这7个 serendipity 以后。上重要的是，我爱甲咱的乡亲报告就是讲，咱台湾的文化较早拢是讲啥物？路边摊啦，布袋戏啦，哦，无就是捏面人啦。因为较早侨委会吼，见到要出来推广台湾的传统文化的时候，毋是布袋戏，就是捏面人，无就是叫一段来讲，咱来摆路边摊。较早我伫Itasa的 conference 内底。所有台美第二代呢 ，in the campus 拢伫遐做，迄叫啥物？台湾 night， 台湾 night 就是啥物？就是爱摆路边摊就对啦。但是我甲大家讲吼，因为咱台湾30万的农业内底的茶厂部队，咱大家较骨力吼，咱台湾即马 try to shape up new culture， 就是讲台湾的新文化是啥物？Food safety, ecology, technology， 就是讲食品的安全啦，哦，咱的生态的保护啦 ，technology 就是讲科技的应用。我感觉讲这是咱即马新的文化标杆就对啦。咱用这个标杆，所以阮即马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即马有台湾有2个足重要的 key project。这 key project 呢？恁会使吼，家己去 Google 吼，一个 T project 叫 UTE， 你后壁加一个 .tw，UT.tw 吼，这个网站呢，你会看到吼，有超过45间台湾超过 ISO 22000，咱农委会讲这是亮点茶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讲，咱台湾农业部吼。直直遐笑想讲，像法国的酒庄，像纳帕的酒庄，所以迄阵因直直想讲，咱嘛会使来发展咱台湾的亮点茶庄计划。所以计划拢是一寡教授啦，一寡吼拢甲做甲足好的亮点茶庄计划。但是农委会伫遐杀这代志杀袂成功的原因，就是讲无正讲去 carry out， 真趣味就是讲。我这个台湾茶叶大使，我的 project 内底有一个 toast 梁公兄迄阵嘛是甲我改，讲我莫改，我讲我的 toast TOST， 毋是 TOAST， 我毋是烤面包啦，我是用烤面包伊个音尔 toast， 但是我的 TOST 是啥物？台湾乌龙 study tour， 我甲 Josephine 2008年开始带美加澳纽。个包括澳洲一寡做茶专业人，包括一寡媒体朋友，包括一寡大工厂的 buyer 甲 R&D 的人去台湾。第一个困难就是，我甲农委会要求来讲，你开一个台湾会使去拜访的会所吼，我应该带美国人去。结果呢，阮煞拜袂出来，因为台湾迄阵的农户，台湾迄阵的茶园、茶工厂，袂看的啦。你知影？迄若要去变数吼，我就烦恼，因为迄阵的卫生标准无够，所以阮就好不容易去说服一些足好的朋友，
讲理性来做，你家己的环境改善以后，我落来带美国人、带加拿大的朋友，带因这全世界做第有名的来拜访你。结果阮2008年第一届去的时阵，迄间嘉义梅山的时阵真趣味啦，因为这是第一届台湾足侪电视台，民视啦、三立啦、中天，迄毋是中天啦，吼，迄叫啥物？香港迄个叫啥物名 ？TVBS 啦。哦，足侪电视台就对阮的安尼行到倒位，电视台就到倒位啦。所以，因就是讲足奇怪的，外国人来台湾吼，伊毋是来看茶呢，伊来学做茶呢。这安尼播出去以后，哦，足侪茶农就甲拢会去 complain， 伊讲，茶大赛那带因迄间，明明阮就伫这附近，那拢无来带来阮即间啦。农委会官员就尴尬回答就讲，你无检讨一下，你看伊迄间，伊的卫生怎样，伊工厂拢照阮政府要求的标准，你家己拢叫恁改，恁拢无爱改。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输人无输阵。所以 TOS 一年带足侪外国的研习团吼，8天7夜伫台湾走，去地震安尼走的时阵，政府开始感觉讲，Thomas demonstration effect 出来啊！伊讲慢慢啊，一间一间吼，即摆来找阮啊，讲，你的补助计划啊有无？我若来做 ISO 22000，政府会甲阮教无？政府讲啊，我甲恁讲足侪年啊，恁拢无爱做。即摆恁知影上班啊吼，不要紧 ，never too late。所以 TOS 一年一年到台湾以后，这个 project 一年一年8间、15间、23间、28间。所以我2019年台美关系法40周年，个台美贸易150周年，我互迄阵的高大赛邀请伊双向联做一个专题报告的时候，我甲因讲，咱台湾足侪计划，甲美国其实是相互模仿、相互学习。我讲阮的亮点茶庄计划，我讲我是偷师自恁的 NAPA 计划啦。我讲这个计划呢，因为阮当年安尼去，当年做，即马这计划已经 shape up、form up， 已经 successful， 所以。乡亲朋友，恁家己去 UTEE.TW， 你就会使去个网站内底去遐要找足侪朋友讲，我踮台湾爱倒位买茶，恁就去找迄寡迄寡拢是 ISO 22000食安符合，拢有生产履历的因拢足认真拢优秀台湾的茶农啦。这个计划是小茶农，小茶农对阮。做生意的人有一个困难的着，因兜的茶家己种量有限，所以因伫台湾做内销，伊无够卖啦。阮若定定甲伊摕我摕一点我爱做样品来寄都无够啊。所以万亿 Starbucks、Coffee Bean and Chain、Peet's Coffee and Tea， 美国足侪大 chain， 伊若定定讲，哇，他们这茶我足赞的，我足爱的，你会使互我无？我讲我无量啦，所以我直直咧孝心讲，我有一个 dream， 我的 dream 是讲，咱的小茶农，互伊每一间拢足成功的，但是互伊嘛会使学美国人的 NAPA， 伊嘛会使 associated， 伊嘛会使学法国人的酒庄，伊嘛会使 alliance， 所以我就讲，无的确，咱即马来开始来做另外一个 project。另外一个 project 呢，咱台湾有一个足大的地主。我即马讲这地主，恁就知影台湾农民啦。台湾农民就是日本人要走的时阵蜜水农林交互台湾叫台湾农民。结果国民党政府迄阵就变官方接收啦。但是经过好几次的白手套，即马台湾农民已经是民间的公司啦。这是民间股票上市的公司，伊伫2016年伊甲迄阵台凤伫屏东内部迄个700公顷的土地台凤的伊就开始来做一个全世界即马最领先、最科技化的大面积茶园，还是最
大的制茶工厂。这是已经有一个计划叫台湾 Tea Corporation TTC Project。伊这间工厂呢，就是完全是用 AI、用 IoT 物联网，用 Blockchain 就是区块链。连蔡总统家己嘛会使用区块链，就是讲你用区块链入去伊的系统以后，你会使看伊的规个流程。啊，个这个是咱即马台湾出发，想要互世界餐饮业正感觉讲 from farm to table， 伊会使足安全。我等这个时间已经等足久啊咯，所以我即马要甲你 share 吼，这个计划就是讲，这个计划嘛是你碰一杯茶的时阵，你会使甲全世界人讲，台湾除了台积电。咱也定定用台积电的 semiconductor 去甲人下吼，讲你若无台积电，你的车就袂振动吼；你若无台积电吼，你的卫星你也袂振动。咱安尼甲人恐吓毋好，咱来用软性的文化资产。咱讲台湾茶啦，咱讲台湾茶哦，咱台湾茶嘛有一个台积电。你看这个茶园，这较早2016年。到2019年，迄阵还阁拢是往来啦，700公顷，伫倒位呢？这个嘛是一个台地，因为种茶一定爱台地。伫中央山脉最南端北大武山的山路，迄个台地叫龙潭，因为迄个内底有一个足大的天然水资源，叫龙潭。客家人来讲，太龙潭。太龙潭的意思就是讲。家里唔免烦恼无水，迄水安尼全球，因为中央山脉累积的地下水，唔知怎样会直接出口，所以这个茶水绝对无问题。这个茶即马较早种往来用的水，即马阮遮用差不多30%，因为阮用以色列滴灌系统，这几片的农林公司引入全世界上先进的以色列滴灌系统。700公顷的茶园，即马种地是500几公顷，分做6个灌溉站，拢用滴灌的吼。每一张茶拢用迄喙吼，安尼敢若囡仔，咱的 baby 吼，用奶嘴安尼用，用滴灌的迄个灌溉。灌溉是水尔哦，还佫灌溉养分，改良土壤的品质。吼，你看这茶园偌快，你看这安尼规片就对啦。啊，哥，你看，规片的茶园即马拢一笼吼，拢用机械采收，每一台机械顶头拢有 IoT sensor。迄机械若要挖迄茶园哦，伊会甲你 stop， 伊讲毋对，你的时间还袂到，今仔日还袂使入去，因为这茶吼在定时才开始，拢用 app， 每一个管理人用手机来管理的。迄边用150几个屏东科技农专的工读生，因毋是像北部的茶农、中部的茶农遐尼辛苦，因拢是坐伫咧 tractor 顶头，因拢用手机甲总部联络，伊拢知影爱怎样做行动管理啦吼。你看这工厂吼，这工厂是100公尺by100公尺内底，我今日袂使互大家看。内底设备的原因就是讲，所有内底设备拢是日本甲台湾技术合作，甲咱头仔讲的7个 serendipity 传统的机械，拢甲伊 AI 化变成机械手臂，拢甲伊做自动式。因为这个大工厂还袂剪彩，所有内底的 floor plan 甲设备，农林公司讲 Thomas， 你家己参考，但是。你袂使放互大家看，所以乡亲朋友，恁咯，啉来一个，等这个工厂会使开放的时阵吼，你无论如何，你爱入去参观，因为你会使看讲，较早台湾茶用手工怎样做，即马伫这个工厂内底是怎样用 AI、IoT 所有的物啊，拢是会使互你讲消费者品管。台湾正经我感觉讲。这是足骄傲的代志，我甲周先生讲，感谢这30万的农业部队吼，咱台湾的茶就业人口，大家遐尼骨力，大家遐尼咧，所以
咱即马共款倒等于请咱的朋友来啉这7种的台湾乌龙茶，因为即间工厂后摆要做的嘛是这7种的台湾乌龙茶，上大的差别就是讲，咱小农我头先讲的 UT 的 corporate， 迄 UT 迄个 project 呢，咱来保障因的生存，就是讲，因做的茶卖互消费者吼，因会使讲1泡、2泡、3泡、4泡，慢慢啊泡，慢慢啊煮。但是阮即个大工厂爱做的茶是啥物？因为伊是要供应互全世界食品饮料工业，伊要萃取的原料，吼，啊个伊要做茶包的原料。啊，佮伊要做茶粉，像迄抹茶啦，吼，迄石崩，迄抹茶迄 powder 啦，要用原料。啊，佮伊要做互 coffee chain， 做互 tea room chain。因为美国的食安就是讲 ，coffee 甲 tea room， 你袂使讲，你佮加水哈。咱台湾啉茶讲，哦，佮加1泡，佮加水。但是你若伫 open public 的 food service， 茶1泡尔啦。所以，阮这工厂的设定就是讲，我做的茶爱记面红1泡尔，毋是互恁泡几啊摆就对啦。所以我今日就是讲，我爱甲上水上赞的物仔留喺后壁，互大家拢有一寡想象的空间吼。安尼我对阮的阳光兄啊，这阳光正波，我讲安尼我才会使交代吼。所以我的报告即马到遮吼，做一个简单的结束。我相信咱有足侪问题，我就交互正阳光。拜托你甲我主持，多谢。哇，迄个 Thomas， 我今仔日吼听你的讲故事了吼，我才知影讲吼，选怎茶吼，有人安尼一斤安尼卖几10万的。我甲你讲，东方美人啊比赛吼，第一名吼，东方美人第一名 auction market 吼，台票是267万台票啦，一斤啦。一斤是600公克，260万。所以美国人常常甲我问讲，迄东方美人上贵偌济？我讲1栋楼啊厝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吼，你真后讲故事啦吼，啊你本地你拢是习惯，你母语是客家话嘛吼。啊，我今仔日好多话你嘛讲甲足赞的啦吼。无啦，你是我面话较高尔。啊，你大部分拢是用英文咧向即个世界的茶商来咧推广台湾的茶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应该是所有的物件拢共款啦。即讲故事的即个能力吼，若好吼，迄个附加价值吼会加诚济啦，吼。啊，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像讲即个红酒啦，吼，啊，白即款红酒吼。话袂像讲我这袂晓啉的，我拢去吹倒酒吼，啊较早是1.99，我感觉迄个味拢足好个啊，吼。啊嘛有卖一款红酒吼，啊卖咧200-300块美金，卖几千安尼吼。啊，即马吼，就是讲我一个疑问啦吼，你拄则你咧讲即间工厂啦吼，讲即个工厂看起来吼，会变做讲足人啊现代化，这是好处，啊嘛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啦吼，比如讲像讲即个吹倒酒吼，伊的红酒是安那会当卖较贵，会当卖较俗啦吼，因为伊是用迄个白铁啊迄款迄个空天啊，迄个化学工程方式去生产的嘛，所以伊的产量会当足济，啊品质佫会当控制甲讲足一致啦，吼，但是毋过吼。红酒会贵，就是讲因有专门咧写即个红酒的即个 critic 的人啊，吼啊，因咧煮，因咧要爱会贵来讲，伊有一种迄要哪讲？我可能特别的气味啦，英语毋知叫做提瓦还是啥物，我可能毋知讲对啊，毋对，我对酒毋是讲诚内行啦，吼。然后特别的迄个提瓦迄种的气味，较会当讲有迄个价值，吼，甚至会讲去分年份，啊，去分产区，当然咱这地拢无毋对，拢会当讲的。但是拄则我看到即间100公尺四方的即个工厂啦吼，安尼的时阵，咱若用即种的 image 出去的时阵，你要卖人好价，敢有可能啊？吼，这是我一个疑问啦。我头拄仔是互你看茶园甲茶工厂啦吼。我若互你看咱台湾资策会吼，资策会也团队吼，
伫即个 project 内底投入足大的心力就对啦。即个 project 是全台湾科技部伫遐 support 的咱用 IoT sensor 连接每一个末端、尖端就对啦。咱即个工厂后摆爱甲全世界 share 的是咱的 software， 毋是咱的 hardware。因为阮直直有一个经验，就是讲，像美国的 organic， 美国政府USDA 伊 set up 一个 regulation， 但是美国政府伊无爱派人去甲你做 audit， 伊拢交互瑞士甲德国因拢足强的，就讲 third party audit agency。咱即摆嘛是讲，咱台湾 TDC 这 project， 咱政府有一个 ambitions， 就是讲，咱台湾爱 develop 咱的 certification system。咱莫过咱台湾的主题，讲全世界去旅行去替人 certify。咱用这个 project 成功以后，咱的 certification 就会使建立。建立以后，咱即马伫屏东这个才是700公顷，全世界肯亚遐有25万栋会使做，越南遐有25万栋，西兰遐有10万栋。全世界还有足侪位所，像马达加斯加足像台湾的气候地形，马达加斯加岛，遐拢会使，咱台湾会使去开发来做。但是开发以后做，这就跟咱去中国共款，你教人无使，咱爱甲咱的 certification， 咱的国家标准做好。所以梁公兄，你头先问的问题台湾的牛人足侪啦，已经想到啊。蔡总统嘛已经，蔡总统对这 project 嘛是有注意啊，伊嘛是讲咱家己嘛是爱进一步伫软体内底，咱爱 build up 咱的 certification system， 咱爱 training， 互外国人来做咱的 agency。Third party agency 互因去做 certification national standards 互咱来 set， 这是利用这个 project 来做。头拄互你看地方，看地工厂，你无毋对啦，你是内行的。正讲内行的人要看内底，但是实际内底的 PowerPoint 我袂使互大家看，因为内底迄爱 sign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因为所有爱看迄 PowerPoint 的人，包括我家己我袂使 disclosure。我即摆会使互你看外口，内底就是袂使看。安尼你讲，你问的问题，你放心因为咱这计划有 based on Napa project，based on French winery project， 但是更加一步的是，加上咱台湾少年家家己有 creative， 因正经足骨力的啦。所以感谢 TUF 3年前邀请这个邓处长。来 TUF 做一个报告，迄个报告以后，转去台湾的反应足好诶，感谢。好，安尼我知影单位我足爱啉茶啦有伊看伊讲袂调，第一个先举手啦咱今仔可能时间因为真晚咱袂当有伤侪人问问题，所以你若要问题人你先举手啦他们是嘛简单回答互较侪人会当。我会使呢，未回答陈先生以前Simon， 你会使甲因 share 我的 email address thomas.jtta@gmail.com。好 ，Thomas。我的 email answer 是 724/365。我全世界足侪人拢 email 留伊的 question， 我甲伊讲，我讲 sooner or later 我会 get back to you。你若伫 email 甲我回答，我会使传我手头内底 PowerPoint 有300几种甲地有关的。所以你即个甲你 share 我的 PowerPoint 每一个问题，阮拢有去做 study 甲阮的 answer 伫遐我会使甲你 share。用我的 email address 去做。我相信你直接问的问题，我用简单甲你回答。但是你若要完整的资料，你用我的 email 迄个靠现在歹势，你爱开麦克，我头拄要甲人 mute， 无小心甲你 mute。好，无咱咧即马咱先请陈你先来发问啦，好无来较顶下，他们是较顶下去继续讲落去。好。恁多谢今仔日这我实在受着学足这代志两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请你来说明这个老乌龙茶这项物件像讲10年、20年、30年的老乌龙茶啦这个到底是啥物物件？第二
就是我可能拄则有无听你讲的，我有失调去，就是讲，即个暖茶是啥物作用？ OK， 好，我两个问题我先甲你问。老茶吼，敢若几年厝吼，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普洱茶啊，中国的普洱茶庄有吼。你知影普洱茶无？听过无？普洱茶即马足侪人伫遐笑啊。咱台湾较早伫遐讲吼，狗懒叫，教人饲狗哦吼，教人种兰花，教人饲鸟，饲迄鸟啊。迄阵吼，台湾足侪 scandal 吼，安尼甲人侮了，就讲逐个对方就对啦。即马台湾讲有10年、20年吼，迄讲甲有啊吼，哦，我这有三仔开，我这有五仔开，哦，我这有啥物开。我这就是讲，这就是较早咱一开始讲的，茶学白好啦。所以我甲政府讲，我讲民间做这代志的时阵，政府家己就爱知影，这就是食安问题吼，已经衍生啊。即摆台湾吼用坏，我讲这几年我都拎互你看，我这有酸啊开，我这有，所以我甲因讲，已经有诶吼，咱甲准无啦。即摆开始，头拄个 Amber Beauty 就是讲，你一定要有生产履历。你这茶源头是怎样来的？要有生产履历。你这茶自当时开始，你要来做年份保存哦。英文阮这叫 vintage 就是讲几年开始你甲伊保存落来，这叫 vintage。做 vintage 一定要有这个生产履历，要有伊的出生证明吼，还有伊的所有的过程。你若如讲台湾烂茶有啥物好处？阮讲吼。较早台湾人走去中国甲因做茶时阵啊，师傅伫遐时阵讲，你爱烂40遍哦。咱这高山茶吼，爱出好味，就是爱慢慢啊烂，烂好以后，佮解开，佮爱烧，加烧以后软落来，佮烂。迄工人吼，中国迄边来工人拢讲，知影啦，我一定甲你烂。但是头家若转台湾以后吼。你若敲电话讲，你有继续烂哦？有烂，烂几届？伊讲照你讲的40届，但是摕转来茶一泡吼，迄一茶味都无共。伊讲夭寿一定烂600、700尔，所以伊就倒卡梅拉落去。伊倒 GPS 卡梅拉伫迄现场看你有正港烂无？因有哦，伊嘛卡梅拉甲你翕，但是见到按烂的时阵拢是无照迄时间有吼来甲你做。所以烂是咱台湾茶拢讲照起工，伊若讲爱烂几届，迄力爱用偌济，啊，佮几届以后，佮爱甲这茶有吼坐块啦，红客去，吼，佮放迄内底有吼，加做这每一步拢是每一个师傅拢讲照起工啦，吼，烂茶是要甲茶有吼，甲茶内底 inside from inside out， 甲内底好物啊，爱甲伊 bring out 就对。因为毋是外层，爱甲内底物拢甲 bring out to the surface， 安尼泡茶才会泡出伊的味就对啦。OK， 多谢。你应该是你讲烂啦，毋是烂啦，吼。烂啊，歹势，烂茶。是烂嘿，烂。嘿 ，roaring。OK， 好，啊，佮有咱要问无？我举手的，我有看到潘美智，欧大华的潘美智。美智姐，啊，住伫欧大华。OK，欧大华。请问，你今仔讲了足好诶，有影歹势。真侪代志。啊，请问哦，你上尾要讲一茶要创作一泡就好，是啥物意思？哦，迄是因为吼，咱茶有一个吼，有一个是咱家己要啉的时阵，咱讲咱家己是品茗家，咱是要品啉茶吼，所以咱台湾的政府伫计划内底爱顾无共的市场，吼，啊，佮爱顾无共的消费者。咱若对一般的家庭消费者时阵啊，咱用小农的茶吼，鼓励因讲，你甲恁茶做好来，你就有市场。但是咱台湾即马考虑的是全世界的餐饮业 ，food service industry，food service industry 全世界有足侪 chain store 呢。啊，佮咱台湾即马足红的，就是咱的手摇饮啊、波霸奶茶店啊。台湾少年家对全世界开的波霸奶茶店超过4万间呢。因爱用足侪茶呢，伊迄款茶，伊毋免像咱家己厝内底吼，爱泡几泡的茶啦。迄个叫 food service， 所以 food service 的茶，阮爱甲伊讲就是讲，因为 food service 的茶，你袂使泡一泡，
我讲我等者，我转来泡，安尼时阵违反食安啦。迄茶吼，一摆你落去甲泡甲好势，袂使讲等一个泡。所以阮讲 full service 你的要求是记面落爱甲茶做好。所以大工厂的风味设定是风味设定伫迄个市场迄个目标，这是互餐馆、互手摇饮业、互 coffee shop、互 chain store， 啊，搁上大互 bottle drink， 就是讲做迄个灌饮调查的工厂因无需要迄款的品质，伊用即款的品质就好。阮是针对市场需求来做的，敢若台积电有哪迄有几啊坎的，有28个。有7个，有5个，即摆有3个。每一种的科技应用的目标市场无共。歹势，毋知安尼你有了解无？这是餐饮业爱用的啦。所以请问安尼一泡的茶的 quality 较无像咱厝的，甲咱讲复杂迄款的 quality 较好啦。毋是，你可能无注意因为伊是餐饮业，伊一泡落来，甲这一泡泡好来。伊袂使做第二泡，因为这是食品卫生环境的规定就对啦。伊若萃取的时阵，一摆落来甲萃取，袂使讲第2摆、第3摆。伊袂使敢若咱踮厝的，敢若我踮厝的炒的菜，我会使送互阮囝、阮查某囝讲，我炒的菜你摕去食。但是我若即马伫市面上讲，我即马一个菜我卖20块美金，安尼就袂使，因为这是阮兜炒。是阮的 kitchen， 我毋是餐厅，我无执照，我袂使卖人。所以市场无共，要求无共。但是这个大工厂伊有一个风味品管小组，伊的流程内底自然就爱甲伊的风味抓甲有汉尼标准出来。迄个软体足精彩的啦！我即马我是袂使讲，我若讲出来我足欢喜的讲，咱科学家足牛的啦。多谢，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啦咱迄个手腕你拄好举手我你讲一下，咱就差不多爱结束。我相信我做茶的朋友呢。我相信有足侪人要问问题啊，但是因拢真客气啦。但是把紧咱有留伊的 email， 所以我头先看夜市足侪我做茶的朋友，那拢是我老师呢，我足紧张的呢。我一看，但是我问一个足侪咱台湾的茶农哇！我看咱台湾茶农足侪，所以我头拄抄单因等者 email 拢会甲我骂呢。你是讲今仔礼拜有足侪是你的老师你的足侪我老师是是我毋知影，因为我有看今仔有足侪迄个新的朋友入来，原来拢是台湾的茶农。梁公兄甲我讲的时阵，我就伫阮做茶界拍一个广告，结果足侪茶农伊讲大颗的拢叫我大颗的啦。做茶的人无人叫我 Thomas， 拢叫我大颗的。我大颗的我会甲你监听呢。我甲你监听，看你会抄单无？所以头拄我看足侪茶农搁足侪台湾的茶工厂的头家啦。因迄拢，我嘛看到我一个美国朋友会晓讲台语的伊头拄嘛有举手。我头拄有看到一个迄个白人的名，这就是你的美国朋友。安尼敢要伊拢总爱甲我 follow up， 就是讲伊讲。我毋知影你今仔日有亲友团来甲你。我甲你查入来。无咱这位美国朋友毋知佫有伫咧无？伊要甲我毋知咧，头拄夜手有看到名，尾后都无看到。OK， 伊若有伫咧，赶紧出声无机会就无去因为咱即马紧，台湾已经要1点嘛，敢是？歹势逐个安尼暗佫伫啊。我问一个我较外行的问题。茱莉亚甲 Simon， 你会使甲我斗相共一个代志，就是讲，因为咱来台湾茶毋是靠一个大赛，是靠2400万的台湾人咱大个拢来做台湾的大赛你有时间的时阵莫请人啉咖啡，莫请人啉红酒。我相信恁兜拢有茶，你毋免甲我买，我毋是伫遐做迄网红销售。恁兜的 kitchen shelf 一定有茶。你即马开始，你家己讲，自即马开始，我若有机会甲大人聊天的时阵，我就泡一个台湾茶。我上好是啥物？你甲茶具传互伊，互美国朋友、你的厝边隔壁、加拿大朋友拢共款。莫咱泡茶互人啉，咱台湾人茶有一个魔力。
你甲茶具准备好，你互因家己动手泡茶。伊若动手泡一摆茶以后，歹势吼，伊会比你较了解台湾茶，因为交朋友毋免久，交朋友爱深。伊若家己动手，伊就对台湾茶，伊就会足深爱的。自然，伊就是咱台湾交的一个新的大赛朋友。哦，今仔日吼是真精彩，足侪还佫毋甘走啦吼。啊，你的 PowerPoint 吼，敢会当分享互大家？会使 PowerPoint， 我若放出来 PowerPoint， 若是讲无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的，拢会使。若有 non-disclosure， 我就袂 public sharing 啦。但是我头拄甲足侪朋友讲，就讲你会使 share 我的 email address， 我 email address 足简单的 Thomas THOMAS JTTEA， 迄就是我的公司 JTTEA。阮太太叫 Josephine， 我叫 Thomas， 所以阮的公司叫 JTTEA Josephine and Thomas TEA JTTA@gmail.com。好，啊，咱今仔日 JTTA@gmail.com。我拄则收到一个赖吼，啊，因为伊伫现场，啊，伊可能歹势问，伊叫我替伊问啦吼。伊讲一般即个茶叶吼会当放偌久，因为有阵人客拢有送茶叶，啊，你毋知影讲，敢是爱放愈久，还是干那会当放偌久？嘿。我若甲伊讲笑的时阵讲，这茶吼若愈久的，你若毋敢啉吼，你甲我换，我换我今年的茶互你。我甲伊讲一个足简单的代志，逐个人摕到茶的时阵吼，送你茶的人吼，拢足好讲话。哦，这茶吼足贵的，这茶吼足困难去买到的。这茶吼，你著要莫送人哦，你毋好转手，毋是 seize candy， 莫送人。这茶你爱家己啉。结果愈讲，逐个煞愈毋敢啉啦。伊讲哇，这茶足有纪念的，我毋敢啉。茶袂歹啦，茶爱保存吼，足简单的。迄茶若是你拍开来以后吼，啊，佫是真空包装，这茶会使拢好诶。10年、20年，啊，佫是真空包装拢好。但是即马问题，甲茶母歹是你家己啦。因为怎样呢？足侪人茶一拍开来哦，你有听到迄 zoom 一声无？迄真空包装拢会有声嘛？你用夹刀甲架开来 zoom 会出一声。即马你开始摕来泡，哇，足芳诶！但是慢慢啊，你佫甲茶放喺茶罐啊，是啊，迄茶互你开诶时阵哈，你即马茶罐啊，甲伊吸落去时阵，你甲新鲜空气佫炸入去茶罐啊内底，迄每一届迄茶就甲新鲜空气安尼甲伊污染去啊。所以我定定伫遐上课诶时阵，我拢教大家讲，恁兜一定有 Ziploc bag，Ziploc bag 足好用诶 ，Ziploc， 你即马一包茶吼。那别人送你的茶拢是真空包的时阵啊，你夹开来的时阵，你来欣赏来啉这茶足好的时阵，你啉好以后，你莫直接安尼就甲包放喺罐仔内底，安尼茶就会歹去。你甲迄茶有吼，空气 squeeze out， 你放去一个 Ziploc bag 内底，甲原来迄个真空包有吼，空气甲伊滚掉以后，放喺 Ziploc bag 一摆，佫放另外一个 Ziploc bag 2摆。安尼你这茶毋免放茶罐啊，啊，佮你这茶毋免放迄啥物位数拢会使，有2年的Ziploc bag，你这茶就袂歹去啊。茶足旧毛的啦，毋是惊歹去尔啦。你若放喺厝的 kitchen 内底，边仔有咖啡，边仔有红枣，边仔有其他的中药吼，是啊，这茶拢变甲加香加味茶，茶拢会去吸别的物仔的味甲迄香味就对啦。所以用 original 的 foil pouch 真空袋，甲迄空气挤出来以后，放喺 Ziploc bag 甲 zip 一个，佮放另外一个2元的 Ziploc 以后，这茶保存落会足好诶。安尼你伫 Ziploc 遐打一个名，讲这是大块送诶，这是细汉诶送诶，这是啥人送诶？迄名拢来哦，你知影这是送你就上要紧。咱足侪乡亲拢毋捌买茶，我知影，拢是别人送诶。无怪阮做茶人足艰苦诶，因为大家拢毋去买茶，拢等别人送。好，多谢吼，我想多谢他们，咱大家来甲拍扑克吼，来甲感谢一下好无吼？嘿，谢谢。今仔日吼有足侪即个新的朋友伫遮吼，我来 share 一个咱的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即个节目啦吼，啊欢迎讲今仔日有遮新朋友吼，啊会当继续。